Hello。顧硬哥哦逛哥，逛哥。，Hello，我想揾強哥啊，今晚有得問事冇啊？你推咁我哥入嚟拍片嚟先啦。我一直都好想要翻嚟馬來西亞拍戲啦，以一個演員嘅身份翻嚟，因為畢竟可能喺香港有得到一啲提名啊，但係唔係好多人知道我其實係馬來西亞人。冇好耐冇翻過嚟生活，咁我覺得好好嘅一件事就係結合咗香港同埋馬來西亞嘅合作，呢兩個都係我稱之為家嘅地方，即係有一個咁樣嘅合作，我覺得係非常之難得咯。黎心某程度上都似我自己嘅，咁我同佢嘅唔同就係我哋喺一個交叉線度分開，而我係成功地進入電影行業，而佢就因為要生小朋友啦，因為男朋友嘅背叛啦，咁就喺呢一個人生之中，我同佢就產生咗唔同嘅交叉，而我嘅理解我就覺得佢就係另外一個平行時空嘅我。呢部電影對我嚟講係非常之有意思嘅，係佢 kind of 係會治癒我某一啲部分，令我更加想要了解或者幫助女性咯。所以請大家多多支持搖籃範誓。